如果大家屋企有露台、天台或者花園，考慮緊用咩物料佈置，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接住落嚟嘅專題。運用新科技製成嘅戶外木地板，比起傳統木地板更加適合香港嘅天氣，耐用程度都更加高。講到戶外物料，你會諗起啲咩呢？會唔會仲係一塊一塊實色嘅蘇打牌嘅戶外木地板呢？如果係咁嘅印象嘅話咧，可能停留咗喺上一代喎。而家比較新嘅技術啦，可以做到比較美觀嘅飾面之餘，亦都可以應用喺唔同嘅地方㗎，好似係牆身啊、家私啊、欄杆啊都用得到㗎。或者大家喺石屎森林住咗咁耐，未必成日喺建築上面見到天然木材。因為天然木嘅弊病，經過暴曬同頻密嘅乾濕變化之後，就好容易會開裂腐爛。所以後來就出現咗經過防腐處理嘅木材，再之後就有混合咗塑膠同木材元素嘅塑木，作為戶外板材嘅物料。不過傳統戶外木技術仍然都有缺陷，例如防水層嘅包覆唔夠，容易刮花、藏漬、發毛等等。不出2-3年就會變到咁嘅樣，睇落都唔係咁開胃。第二代嘅戶外物料透過技術改進解決咗老問題，能夠將板材360度全部包覆，加固防水層嘅保護，抵受戶外環境變化同日常踩踏。預計大約50年之後，仍然能夠維持一定嘅完整度。居住密度高嘅香港，戶外物料嘅應用範圍相對有限。不過隨住設計技術嘅唔同，例如有特製嘅內置結構，同埋幫手拼砌嘅零件，令到安裝方法比以往更加入屋。好似砌 LEGO 咁樣嘅，咁普通家庭嘅一般嘅成員細路哥都可以按住自己嘅面積，啪啪咁啊砌上去，咁啊做咗一個好靚嘅一個地面嘅效果出嚟嘅。譬如我哋啲平鋪嘅地板啦，咁大家啲小家庭一啲我哋叫露台啦，或者向一啲嘅村屋嘅。村屋嘅一啲小嘅空地啦，佢哋可以唔需要話去做一啲嘅工程嘅結構，直接用呢啲嘅板材。天台通常都係好似啲沙石咁嘅，咁但係你鋪咗呢塊咁嘅地板咧，咁除咗可以做咗保護呢個天台之外，亦可以做成一個好美觀嘅環境，甚至係可以做咗一個好好嘅活動嘅場所。飾面都可以配置唔同嘅顏色同紋理。外觀上更加接近原木嘅樣，應用喺唔同嘅場合，擺出戶外暴曬之下，都唔會有嚴重嘅甩色或者龜裂。正就係因為呢款新型嘅戶外物料啦，又襟曬，亦都耐用，壽命比較長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可以思考啲咩新嘅玩法啦。甚至可以做到點樣樣咧？呢度成間屋仔所有嘅外牆部分都用上咗呢款新型嘅戶外物料。呢一個模型就展示咗戶外物料可以點樣用於裝飾露台啦。當我哋掌握咗呢個 core 嘅 technology， 點樣將呢啲wood plastic composite 去做咗出嚟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再將佢咧做唔同嘅產品，地板今日見到嘅牆板甚至再用呢啲物料，我哋可以做咗一啲嘅 wiring 或者係啲 fencing 柵欄。咁呢啲喺外國嘅住嘅客戶咧，佢哋嘅家庭方面咧係好大嘅需要。咁既然係新時代嘅產物啦，一定要諗一個話題嘅就係環保啦。除咗諗下嘅新地板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用之外，仲要諗下點樣喺製造過程入邊減少污染，就好似利用呢一啲廢棄咗嘅膠樽重新再做。呢一種戶外木嘅保護層就係用膠粒再造製成，佔整體大約半成。至於核心材料就係木碎、木粉。對於木材嘅闊度，開採要求都唔高。修剪樹木、廢棄家私所攞到嘅都可以用於塑木嘅製作。平時啲物料破爛咗啦，咁會唔會變咗有一堆廢物 ？No， 我哋可以將佢點啊 reuse， 又再重新將佢打碎，重新再去做，就係咁啦。所以成個 cycle 不斷咁循環，都係一個好環保嘅循環。由呢個應用到生產，都係一個咁嘅過程。